中国有个高兴，高兴下头有个铜像，用至8年辰光，挖出来一个博远工程，100年块钿一张门票，个景区里向，为上阿没用人高，据说拨你3000万也不肯搬脱。传说当中的顶子我带着啊，搿一个地方来自兔子男个福，一般人讲不晓得个。我问侬搿几开盖？不懂。3开盖，两面厢房当中客堂。博远镇上个大人讲，还勿算大，大还要大。你都搬成只蛮海了海。搿房子没动过呀，地基好深。这是红卫兵的亲眷。都没一搭肯定有人认得个。不晓得呀。上头非这个说法，侪差脱，难不差？你当时网上一做脱噻？除非政府来不肯嘛对。啊，侬肯定不肯。我哪肯呀？不能保留下来是吧？永远。搿无啦人登起来，无啦搿是私房呀，小地方要好点。松点。这大城市全部弄脱，侬搿弄脱弄人了。啥个东西？对个。伊要叫你走就走。我搿房产证是民国政府，没有2分落里。总不人家么人家开农家乐会理管啊？文物局里向该读书用。房子搞了，那苏州也不得了嘞。苏州没了，苏州侬要拿这个房子人也没了。 70年间房卡，你外婆里头打东里啊的，负担了发钱啊，里向还怕拘留。啊，便宜嘛便宜了，不可能。那被太太不我不的嘛，搿搭是我啦，走身正门，家房子出那边啦，家被来弄起，不少人弄得起来。我家呀，面孔表演呀。前头现在人家租房子租了哪屋里，做啥了？编制人家的，编制房管局个的。到桥搿里头一块地方了，原来也是我啦，搞进去个人家啦，一分洋钿都拿不着，侪是被别人家拿去，3代人的努力积累财富呀。这房子造好了，清朝政府垮台，民国政府开始，搿个我有责任呀，我搞得出呀，搞到台边搿一块地方是庄家。蛮好噻，有不得来的人家一无所有，扫地出门。哎，不是我跟你讲，走，非中福建特，辰光非走得路吧，要好点，搿是现在中国承认自家是法治社会。啊。